布聯慶堂花炮會咧，見到哇小朋友咧就引領大龍出場，咁啊大龍咧亦都舞動得好有氣勢。既為天后娘娘祝壽，亦都為元朗區嘅居民咧帶嚟祝福。見到咧非常之有團結嘅精神，因為咧要舞大龍咧真係需要好多嘅體力。我見到咧係不停有一啲交接接力，成班村民兄弟咧就將今日嘅舞龍嘅精髓咧就發揮得淋漓盡致啦。咁我哋咧今日嘅隊伍咧就總共有33支嘅隊伍啊！咁而家咧我哋就去到第11支，就係大江布聯慶堂花炮會。咁我見到咧第12支嘅隊伍咧已經喺後面嗰度已經係準備緊啦，就係山貝村喎。咁你哋咧稍等一陣啊！咁我哋咧今日嘅回境巡遊嘅環節喺度再重複多一次啦。回境巡遊嘅環節咧，呢個部分咧只係今日整日嘅活動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啫。因為咧喺我哋嘅巡遊33支嘅隊伍經過咗今日大會嘅會場之後，咁我哋咧喺呢個位置咧仍然都有唔同嘅特色表演同埋活動係帶俾